歡迎收睇堅亮點，我係 AI 心亮。第36屆香港書展於15到21日喺灣仔會展中心舉行。開展首日，現場迎來眾多書迷，唔少人一早就喺門口排起長隊，只為能第一時間進入展場，選購心儀嘅書籍。幾點到啊？9點正啦，大概。去買緊啲暑期作業之類嘅，補一下一啲科目咯。8點3班半到。喺 AI 時代，電子書同實體書競爭激烈，書迷消費選擇備受關注。其實主要都買電子書，比較少買硬體書。實體書因為儲存真係太過難，香港冇乜地方，係咯。會覺得實體書嗰個市場可能會即係壓縮咁樣。會，一定會。喺你香港始終大家冇地方擺。你買有每一本書唔係好貴，但係你保養佢同買完翻嚟存放佢係最大嘅問題。但係我相信一定係買書嘅人一定係少，睇實體書嘅人一定少用。視乎個電子書市場未來係點樣可以做。今日 target 都係諗住買一啲參考書啊，或者練習嗰啲嘅。因為而家 AI 佢都係有一啲唔完善嘅地方啦，同埋學校都係冇咁去俾學生放心咁嘅俾學生用 AI 啦，所以我認為實體書都仲有需要嘅。面對市場需求變化，出版業積極應對，有教科書出版社唔單止出版 AI 相關書籍，仲同步推出 AI 教育應用程式，雙管齊下，力求喺新嘅市場環境中站穩腳跟，為讀者帶來更多元嘅學習體驗。咁我哋都有唔少 AI 類嘅書籍啦，咁甚至乎係第一套我哋配合 AI 融合教育出版嘅教參書，我哋都推出咗。咁就希望可以幫到家長，就係又喺呢一個有限嘅時間裏邊，佢哋亦都未必好識教學生一啲對應嘅，譬如話作文啊、閱讀理解啊等等。咁我哋嗰個 AI 教材就可以配對我哋嘅補充一齊去使用。咁我哋兩類型嘅實體嘅紙本同埋電子版，我哋同步地提供，咁變咗俾讀者更加多嘅選擇，可以去選購一個佢哋認為方便閱讀嘅或者使用嘅一個素材咯。學校嘅市場啦，我哋自己所見嘅話，依然係以傳統嘅紙本書為主，反而係學校增添多咗好多 AI 人工智能去協助學生課堂上面嘅學習。咁暫時我哋見對教科書未有一個好直接嘅衝擊。咁家長只係需要佢哋買書嘅時候咧，下載埋對應呢一個咁樣嘅 app， 咁當中佢可以好平，用大概10零20蚊購買呢一個咁嘅軟件。咁個軟件裏邊咧，你會見到咧，佢會配合埋 AI 動畫，有粵語版，有普通話版，咁就等學生佢哋容易啲去理解佢當中裏邊嘅內容。